位紫色眼就加州活力，中間白衫第6位川河首區內欄紅衫歡樂佬喎，攞出去外邊噶嘛，有奮鬥心，後啲先有輕鬆大笑啊，試跑得極速滿貫，包尾入直路係掌聲啊！咁啊最後直路啦，前面農民邊影啊佔先嘅，連連歡呼追佢，出邊上嚟噶嘛，有加州活力啊，中間迎秒星兩嘅嘛，有少少碰撞啊，埋邊上嚟噶嘛，仲係川河首區，最後100零米農民邊影依然係佔先1個3米，內欄穿上嚟有川河首區啊，咁啊再見到中間位置咧就連連歡呼迎妙星加州活力，贏馬嗰匹係農民邊影啊！跑第2名埋邊呢，川河首區，第3名呢，外邊係加州活力，第4名嘅馬有連連歡呼同埋迎妙星相當接近啊！結果今場賽事呢隻農民邊影咁啊3歲咁啊仲係一隻未閹嘅馬打搭贏啊！上次贏緊馬川河首區都跑第2，第3呢，外邊加州活力，至於第4名嘅馬要影喎。迎妙星喺出邊啊高盤少少嘅，埋邊呢係連連歡呼啊12號啊！頭3名嘅馬匹都係上次贏緊馬嘅，咁而農民邊影打搭再贏啦，呢匹超比嘅全兄弟馬，沈集成馬房亦都起馬入邊川河首區。